疾病管制署表示讲，中国湖北武汉市肺炎的病源判断是新型冠状病毒 ，WHO 讲法嘛是相像。中东地区情势紧张，蔡英文总统主持国家安全会议，针对石油的供给，各有国防安全有明确的指示。去年到11月底出事只有16.800外的人，台湾量比已经进入人口自然增加的数字倒塌的时代。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正月初9，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咱来讲，咱国疾病管制署早起表示讲，已经接到中国迄头卫生机关通知，武汉市原因不明肺炎的病源初步判断是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讲法嘛是相像，特别爱注意，就是南韩国内嘛有一个顶月日捌去过武汉的女性，已经发生这款肺炎的症头，但马上去大型病院隔开治疗了。中国武汉发生不明肺炎的疫情，咱国疾管署伫初9早起接到中国的通知，讲病原体初步判定是新型冠状病毒。刚接获入方的通报，那已经确认是新型的冠状病毒。那么他们是目前有检出15例的阳性，也做了这个完全的一个基因定序。那电子显微镜下也看出来是冠状病毒。证明上也讲。目前有3个人符合中国武汉旅游署的发烧肺炎比例，通报定义个案。有其中1位验出 H3N2 流感病毒，有1位验出 H1N1 流感病毒。只有另外1名学龄前的查甫囡仔伫崔宝安入境，因为有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的症头。由机场检验了，直接后送病院，目前正伫咧检验中。在昨天的时候有发现，有1例这个符合我们发烧跟这个呼吸道这个症状的病人从武汉回来哦，所以在昨天就已经后送到我们的医院去了。那所以这1例也已经通报。中国央视也报道，经过病原的鉴定，专家初步判定，这边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伫咧早前也发布同款的声明。South Korea has reported its first suspected case of a mysterious pneumonia-like illness that's been spreading in China. 另外，南韩也出现第1例中国武汉肺炎的疑似病例。根据韩联社报道，患者是中国籍36岁女子，去年12月13到17捌去过武汉，已经被送到首尔国立大学的盆塘病院隔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大先来关心中东这方面的情势。正月初8半暝1点，伊朗放炸弹攻击美国伫咧伊拉克这国2大军事基地。尾手伊朗国营电视台报讲，上无已经结果80个美国军人的性命。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是讲，因为预防甲警戒，拢无甲半个美国人也是伊拉克的国民受伤。伊嘛搁再强调讲，绝对无允准伊朗的手头有核子武器通好运用。伫咧暗暝中，天顶出现火光，佮听到爆炸的声音。伊朗革命卫队伫当地时间初8透早1点30分，对美军伫咧伊拉克的阿萨德加艾比尔空军基地发射几粒导弹。行动代号是烈士苏莱曼尼，保护美军吹3用无人机伫伊拉克泰西革命卫队圣城军的指挥官苏莱曼尼。موشک‌های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به مناطق حساس پایگاه عین الاسد و کشته شدن حداقل 80 نفر از نظامیان تروریست آمریکایی. 苏莱曼尼的告别式自初7暗一直到初8透早，虽然发生严重的大陆意外，造成50多人死亡，不过伊朗依然展开反击。伊朗军方伫背后发声明讲，至少17粒伊朗的导弹射到阿萨德空军基地，5粒射到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外长伫咧攻击了发推文讲，伊朗的行动是自我防卫，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目的不是要挑动战争，是防止外来侵略。伊朗通信部长也发文呛声，叫美国离开中东地区。顶多是美国总统川普正罕见的无法性地，先发文讲一切安全，背后也发表谈话讲美军无人伤亡。Iran appears to be standing down, which is a good thing for all parties concerned and a very good thing for the world. No American or Iraqi lives were lost because of the
precautions taken, the dispersal of forces, and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that worked very well. I salute the incredible skill and courage of America's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政府也强调，无用出伊朗有核子武器，也呼吁开始新的核武谈判，取代2015年签订伫咧伊年内提出的核子协议。不过，伊朗革命卫队是伫声明中强调，吹背攻击只是第一步，若是其他的中东国家做做美国入侵伊朗的平台，也拢会被伊朗锁定。中东的情势紧张，吹背国际金价甲油价也拢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伊朗的空中一只载人客飞机失事，顶头坐176个人，招拢遭遇不幸。发生意外时间，就离伊朗去甲美军的基地放炸弹差无12点钟咧。这也造成世界上众人拢咧猜测这件事故背后有啥物真正的原因。但嘛有真侪国际上的航空公司拢宣布讲，暂时袂阁飞经过伊朗的国土了。伫伊朗的射击现场，破碎机身加乘客物件也甲鬼死过，飞机的机身也已经烧甲乌臭焦。搜救人员甲找到的乘客大体装入去地下内面。这台涉台波音737客机是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1992年成立了第一架空难，机顶包括9名机组员在内，总共11名乌克兰的公民。这间公司伫基辅的总部也替往生的同事举行追思仪式。公司伫咧吹背强调，失事客机伫咧吹落才完成例行检查，一切拢正常。И весь список пассажиров будет вывешен на нашем сайте. Это будет официаль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ая ситуацию. 乌克兰国际航空已经宣布，自现主时开始停飞伊朗航线，同时也强调。失事客机的正副驾驶飞行时速拢超过1万多点钟，而且这台客机才3年半，过去的维修记录也拢正好。公司基本上排除人为加机械故障的原因，因为飞机伫咧起飞前几点钟，伊朗才对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几落粒飞弹。伫飞机摔落的时间点正敏感，再加上有目击者讲，飞机摔落进前伫咧空中就已经导火。所以外界怀疑有可能是发生爆炸，或者是互飞弹射到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杰林斯基中断出访的行程，提早回国，也呼吁各界唔当随便猜测空难的原因，也下令对国内民航机进行全面的安检。乌克兰外交部表示，飞机顶往生者是以伊朗82人上座，国内是加拿大63人，其他乘客包括乌克兰、瑞典、阿富汗、德国、英国的国籍。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伫咧吹背，也要求赶紧查明失事的原因。In the coming days and weeks, our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its partners to ensure that this crash is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Canadians have questions, and they deserve answers. 这台出代志客机的2具 OR， 包括飞行记录器加座舱通过记录器，拢已经找到。飞机制造商美国的波音公司有义务参加调查，不过伊朗已经表明绝对不会把 OR 送到美国。目前伫咧国际上有 OR 分析能力的，就只敢若剩英国、法国加德国。记者综合报道。就是因为中东地区情势紧张，早起蔡英文总统亲身主持国家安全高阶战的会议。针对石油能源的供给，各有国防的问题，总统府这边强调讲，国内石油安全的库存也有超过100公。总统嘛要求国防部确实掌握台湾海峡的变化，请国民心头着欢好定，免惊吓。美伊两国关系继续紧张，牵动国际局势。总统蔡英文9号针对能源供应、高会期平稳等议题，召开行政院长苏贞昌等重要官员举行国安高层会议。高会期平稳上要求财政部等部门，若讲高会期出现失事，影响国安，应该及时启动回应机制。能源供应上特别强调国内石油安全存量超过100公以上，请民众放心。能源安全无虞，所以总统也请国人放心，并且是指示，那么相关部会透过价格平稳机制来防止民生经济受到可能的影响与冲击。
交民安全上只是外交部做好交民的保护，同时研究撤侨方案，而且为了防止中国伫台海趁机回作乱，也要求国防部确实掌握台海动态，确保台海安全。总统也要求国防部，那么必须要确实掌握周边安全的动态，确保台海安全。有关这部分，国军持续强化联合勤监侦的作为，对区域的情势以及台海周边的动态都能够充分的掌握。目前三军都是维持常态运作的，状况正常，请国人放心。根据了解，国防部参谋本部已经组成专案小组，关注美伊甲国际局势之外，也被监控解放军动态。此外，外交部表示，目前住伫伊朗的侨民大约15人，主要是住伫德黑兰。外交部杜拜办事处已经电话联系到因，外管也将保持警戒，提供侨民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咱阁继续关心国内政治的局势。顶日澳洲有媒体报道讲，真正承认家己是共产党的间谍，迄个王立强，去年尾去互国民党的副秘书长蔡正元联合中国一个生理人，名叫孙天群买收去。结果早起说话，蔡正元公布录音，讲孙天群表示王立强是去互民进党的区议员买收较有影。选举迫在眼前，这阵风波说愈假愈复杂，愈假愈袂煞。从来没收到过。国民党的委托没有，他能够安全回来。民进党答应他，给他一笔钱。邱毅人呢？他说是民进党邱秘书长，我具体名字是我问他，他说告诉我说是叫邱毅人。选战愈来愈晚，王立强强调案搁再起风波。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公布向心的朋友孙天群甲澳洲媒体世纪报记者的对话录音档。讲王立强诬赖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主席向心是间谍，孙天群叫王立强出面澄清。伫对话中，孙天群也讲王立强讲是民进党的区议员派人来收买，才会诬赖向心。我没有听过王立强这样讲，可是我问过调查局、公安局，好像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人家拜托我，只是要帮向心解除他限制出境，让他回香港公司能够正常营运。蔡正元讲，会伫咧选前这个敏感时刻公布录音档，主要是要回应《世纪报》报道讲，王立强伫咧2019年年底被蔡正元联合中国的生理人孙天群利诱拍影片解喙。蔡正元也公布甲王立强的视讯影片，不过伫咧对话中并无讲到收民进党的钱。蔡正元也讲，家己从来就无自王立强的嘴内听到这种讲法，是孙天群家己讲的。蔡正元也直接讲，王立强讲的无一定准。到嘉义市府选党籍立委候选人，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继续冲刺选情，炮火也再度对准总统蔡英文，讲大南方计划是为着选举临时想出来也钱的计划。大南方计划只是蔡英文总统在执政了3年以后，临时为了选举想出来的一个撒钱计划。张善政也再度强调落地基的政策，伫咧云嘉南县市，包括农业、观光等产业发展，拢有完整的规划。也强调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正重视体育，伫当选了会甲体育署新建成这体育部，充实体育预算，铺设运动中心。伫选前的倒选阶段，各阵营除了互相批评，也提出政绩牛肉冲刺选情。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蔡英文总统骑吉普车一手拜票，早起是走新德市。蔡总统讲对手的广告开甲一4地倒底看，伊嘛要求支持者都要团结，才有法度争取胜利。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伫咧高雄扫街，讲到澳洲的媒体报道王立强去互蔡正元威胁要倒架民进党，赖清德嘛呼吁司法机关都要查明事实。徛伫车顶，然后甲民众一手拜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全带车队扫街进入第4天，从新德市出发，会经过新德关甲桃园市。出发进前，伊甲选民呼吁，国民党的广告是4界拢有，毋过这时阵大家就是爱团结起来。对手，这个广告真的是铺天盖地啊，但是重点不是在铺天盖地的广告，
重点在于我们够不够团结。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把力量拿出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蔡英文表示，跟那村选前最后2天会当感受到支持者拢真注心，不过希望讲会当继续拍拼，唔通放零。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去高雄扫街，针对澳洲媒体的报道，想要找保护的王立强去国民党副秘书长蔡建元威胁讲来甲民进党，赖清德是表示应该查清楚，那是真实的台湾人袂认同。如果他又邮寄了跟习近平的合照给王立强的话，我想这个威胁的意味不言可喻啦。我相信国人应该要同声挞伐，但是可能真相还得要让相关的单位去调查之后才有办法了解。针对选前，赖清德偏高南部有机会立委拢选调，不过中北部也有真侪区域伫咧拼，呼吁少年人唔通因为投票甲过年，伫共1个月以来爱登去厝里2届，转来感觉真麻烦。1月12日一定要为着国家登去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早起是走桃园，大先去杨梅的3元宫参拜，再搁用车队扫街。伊嘛同款搁调拿领两党，讲因任用私人好着家己，两边讲起来是无啥争差。我们韩国瑜先生说，民进党像匈奴，捞完就走人。难得他讲对一句话，酬庸的用了多少国营事业，这些许多的官员没有专业，国民党也差不多吧。讲到家己，互人议论讲总统4摆拢选无掉，敢毋免小反省一下？宋楚瑜是讲孙中山先生革命11摆才推翻满清帝国，伊阁批评现此时国民党内的人是欺师灭祖，糟蹋孙中山。尤其宋楚瑜阁替国民党伫咧杨梅提名的立委吴志勇扣票，毋过嘛呼吁选民政党票都要转互亲民党。来讲台湾民众党要伫立法院拼一片地盘，不过党主席郭文哲接受网络媒体访问的时阵，却承认讲不分区若要摕到5席，恐惊是较为难。另外，外界嘛拢咧关心台湾民众党选举前的暗会，郭台铭敢会来坐镇？郭先生本人是讲交代幕僚去安排，总是伊和郭文哲联络的管道是真通光，嘛真好势，拢无啥有重大。柯文哲来了，柯文哲本人站在我们的战车上，要跟我们新庄的乡亲请安。大声吹票，台湾民众党要做国会第3势力，但是选情敢若无遐尼乐观。党主席郭文哲接受媒体人王伟汉专访的时阵，坦白讲，不分区的席次为伊估计10几席，即马下降到要有5席，恐惊拢有困难。敢是你话选情真紧张？我们不用去打什么告急牌嘛，这个一样哦，稳扎稳打，心平气和这样就好。你难道你幻想说，我们多了2席，然后台湾社会就会巨大改变嘛？也不会，只是说少2席，辛苦一点这样而已。郭文哲主张民众党是流行政党，而且真独立。虽然有风声讲内部有人对郭台铭有意见，但是郭文哲依然是保持随缘的态度。台湾民众党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你知道，我们有自己的路线、自己的方法，对不对？那如果人家有额外要来帮忙，那就算多的嘛。你这样，所以人生要把它变成一个。这叫什么？叫嘉华的人生嘛。不过，民众党的选情之夜，敢会有郭文哲甲郭台铭共台的安排，两个人甲行程交互幕僚去规划。对民众党内底有反对的声音，郭台铭强调，伊甲郭文哲的沟通管道真顺。你们认为应该是听柯市长的，还是听内部的？对，内部代表什么？我不了解。但是我们的沟通的管道都是跟柯市长跟蔡壁如沟通的管道是畅通无阻。那么，这个我想绝对没有外面传的这些问题。精忠报国不能贪污。前一天到家人甲民众党有票的郭台铭，找到副选亲民党替亲民党的立委候选人李正浩剃头毛，而且搁伫卡车片写字，唔拿区域即时要胜选，郭家军搁想要伫2020的国会有因的地位。记者陈北市综合报道。时代力量拼政党票，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王婉如早起邀请各行各业的代表出面助阵。望讲后一届的国会，唔通干那有拿力的斗争，嘛着要有伊这款温柔佮坚定的力量来点导台湾的未来。台湾公民阵线这个民间团体嘛，公布政党票配票的建议，因阁发出一句：大党卖转国民党，小党卖转民众党。
拜六特别登票啊，小党继续伫咧催票。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王婉如邀请各行各业的代表，包括歌手、空服员、教育、医疗、媒体工作者来徛台，希望国会除了拿力的恶斗，也会使有亲像妈妈同款温柔而且坚定的力量，要强化社会安全网。只有从一个国会代表的立场，才可以做一件那个叫做亲子正义。婉玉应该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数一数二，在承受压力、巨大的压力的时候，还能够坚定信念的人。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大家和我都一起继续的勇敢，然后照亮台湾的未来。谢谢大家。2020大选今年要抽政党票的政党总共19个，竞争真激烈。台湾公民电线召开记者会，公布政党票配票的建议，主张大党唔好转予国民党，小党卖转予民众党，认为第三势力的出路在咧多元甲开放的政党体系。会在选前2天去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主要也是因为我们之前提了第7号政纲诉求，就是开放并鼓励地方政党的成立。搭配县市议会半数采取党比例代表，而地方政党补助金因县市议会政党票计算，直辖市实施区自治。1月11我会回家。像少年人的选票，立营初九召开记者会，画出3点14是唔就率，守护民主需要投票率，结合民进党总统和政党合处做伙宣传，希望会使甲少年人的投票率上好悬。各政党把握最后催票的机会，希望集中选票，拼出上好的票数。记者阿敏真陈玉水台北报道。警政署陈家钦首长早起亲身用电脑镜头和各机关部门连线。主持选举治安的会议，伊佫讲第一重要的任务就是查办假消息。那阮这边拢批评讲，警察就是常常食要办假消息这个名，去人兜试电铃、检查甲恐吓，尤其拢办拿无办力。但署长嘛讲，那这款批评定就是无影，昨因才移送一张抹黑安国儒的假消息呢。在查假信息的时候，以涉及显罢法，那受理后要积极的侦办。避免影响选举的一个正确性。大选最后2天，警政署长陈家钦亲自坐镇施行会议，指挥选举期间的任务重点。第一个提起的就是查处假信息，全国将动用25000名的警力维安。因为南营近日一直讲，警员查假信息，就像咧查水表。陈家钦特别严正的补贴，也可激励配合刑事局在移送一件乌汉的案件，无讲办拿无办力。昨天，刑事警察局移送了一件韩国瑜市长委托律师提告有关网络散播韩市长假学历的假信息。难道这个散播假信息的网民要控告警察在查他的水表吗？刑事局也佮公布上新的假信息侦办数量，自2019年的1月初1到2020年的1月初8，涉及政治任务拢总有291件，污蔑的有164件，其中关系总统蔡英文的有85件，以上56件，占65.88%。乌拿的有92件，涉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有48件，以上29件，占60.42%。两方面以上法办的比例拢超过60%。像昨天来讲，就有2件，分别蓝的一件、绿的也一件都分别受理，一个彰化的，一个是嘉义的。至于敢有国民党所指控的警员无传票就去转发信息的民众出来关切，刑事局回应：若讲警方无提出搜索票也是传票，民众就会当免查。记者综合报道。是在国际上嘛，拢真关心咱台湾这摆的选举。美国的联邦众议员 Chris Smith 就掠香港做例，提醒台湾讲爱注意中国的北京政府是有讲无行，随时会反面无情。讲到香港，因的立法会民主派朱凯德议员嘛发表影片，感谢台湾人支持反送中的运动，佮诚恳呼吁大家一定爱珍惜民主，一定爱去投票。
美国国会甲行政部门的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初步发表2019年年度报告，内容指出，中国伫咧新疆甲维吾尔人关起来甲苦毒的作为，构成违反人道罪，人权法治继续伫恶化。CECC 共同主席参议员卢比奥阁伫咧推特面顶表示，面对中国压迫手工弱势宗教等等，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较强的制裁手段。2020台湾大选伫要到啊，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嘛伫咧记者会面顶用香港来激励，爱台湾注意，北京未遵守承诺。联邦众议员麦高文是表示，看到最近伫咧香港的选举结果，人民爱的甲北京政府无共，伊加台湾嘛是会共款。共款关心台湾大选的，也有香港泛民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伊感谢过去反送中运动得到真侪台湾人的支持甲鼓励，即马愿意来呼吁台湾民众登去投票。虽然台湾已经有很成熟的民主制度，但是我们也深深感受到，在中共集权的威胁底下，每一次的选举也是民主制度的捍卫战。在这里，我深深的呼吁大家，1月11号一定要回家投票。台湾选举阁引起人权组织的注意，亚洲人权发展论坛发文表示，这届选举会当看到大量的假消息，想要来影响结果，呼吁台湾政府也各各界尊重人民投票权，确保一场自由公平的选举。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选举是为着子孙的未来，不过现代人真侪连囝都唔生。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去年到11月底出事的人数是16万过851个。医学界就估计讲，连12月都按落去，规年当结果嘛未超过17万5千个新生儿。尤其今年按算起来，嘛是敢若17万这卡刀尔。看起来台湾量必真实的进入人口自然增加的数字，出事的比较无去的较少，这款倒塌的时代咯。少子化问题影响全台湾。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到2019年11月份，国内出世的人数是16万851人，结婚的人数无到12万对，反映出即卖少年人无要结婚、无要生囝的现象。医界估计，若搁加上12月份，去年上侪17万5千外的新生儿。啊，毋过若是进一步对去年做产检的人数来估计，今年2020年的新生儿人数嘛，敢若17万左右。现在的人平均到30岁才结婚，那他可能剩下10年可以生小孩，所以其实他能够生育年龄就只有剩下一半。养孩子的成本上，现在因为大概价位也是就是所需要付出是越来越高，那可能房子也贵了，这个经济上的负担是个问题了。其实台湾伫咧二战了后盈利调的时阵，逐年超有30万至40万的新生儿。2008年金融海啸第一届落到20万以下，2010年创下史上上低，敢若16万6千外人出世。了后每一年的出世人数伫咧20万左右。2017年落到19万外，2018年敢若剩18万外人。去年前11个月了到敢若剩16万外人。学者表示，2019年是上后尾一年出生率甲死亡率差不多的年代，估计今年的总出生人数可能会比17万较低，出生率会比死亡率较低，正是进入人口自然增加率负成长的年代。11月底为止啊，死亡比出生还多了39个人，出生跟死亡是非常接近，就是所谓的零成长嘛。那今年呢，2020年呢，大概铁定就是负成长了。然后这个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的冲击是远远大过于人口数量。学者认为讲，就算政府即马这个阶段是拍拼伫推销生育补助的政策，啊，毋过这敢若是鼓励生囝的必要条件，而且真侪少年人工课无稳定，该面对薪水低、高房价，但是政府无拄多方面去思考解决，也是无法度真正提悬实际的生育率。记者综合报道。囝生少，教育大家是愈重视。即马普遍中，台湾大细间国校拢已经有咧办理英语教育，甚至目前各学校嘛开始注重第二种外国的语言咯。来看彰化县的民生国小，下期开始试办日语训练班的社团。虽然讲是趁学生囡仔休豆的时阵咧上课，啊，毋过报名的同学嘛真加热。学生大声念出日语的50音，这毋是校外日语补习班，是学校内底的教室。彰化民生国小为了培养学生的第二外语专长，为这学期开始日语的培训班，真侪对日语有兴趣的学生抢咧报名。中午都很无聊啊，然后也很想学啊，然后上一上就。中午就睡觉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无聊啊。我也有学英文，但是
我对日文有很大兴趣，而且我之前也有去学，在学校开的这个日文社团，我就感到非常有兴趣。虽然日语课并不是学校的正规课程，而且学生必须要利用家己中昼休困的时间来上课，不过嘛是有不少中高年的学生来报名。但是因为这是学校第一届以社团的方式来开办日语班，所以上尾先评选了28名学生来上课。开设日语培训团队，最主要是透过甄选的方式，然后让小朋友在日语方面能够在听说读写这一方面能够有一些接触。那未来如果有学校到这边来参访，他们也可以负责作为小手解说员的工作。校方表示，国小是合适外语的黄金期，虽然英语课程已经全面实施，但是若是会使搁再导入第二外语，嘛会使予语言的学习更加多元化。而且彰化县是台湾文化底蕴深厚城市之一，常常有日本、欧美的旅客也是交换生会来访问，有这学生来协助接待，嘛会使替台湾做好国民外交。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公布2019年臭氧 O3 的报告。这款有臭味毋过无色地的空气，检出来成分上界悬3个县市，是屏东、高雄和台南。因嘛讲科学园区的工厂一直咧排臭氧，这款情形对南部的民众是真无公平。毋过咱来看环保署发布的数字，头前2名县市拢是外岛，莫非这是国外造成的空气污染所致，也有原因来影响呢？关心国内空气品质的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9号公布2019年臭氧年报，结果排前3名分别是屏东、高雄甲台南，新竹市嘛登上第4名。款团认为数字显示空品在恶化当中。我想这对高雄人是不公不义的代志，可能高屏内阁爱好好去管控，南科、竹科恶化，我想对台湾后摆竞争力应该也许爱注意。款团采用浓度偏悬的第4高级来排名，甲环保署的数字明显有差别。环保署采用刷动平均值，显示去年全台臭氧浓度前2名是连江县甲金门，受境外影响明显。高屏南甲森林浓度嘛偏悬。整体来看，因为温度升悬，东亚臭氧浓度有对的升悬的趋势。整个东亚地区，它的背景值确实是逐年都在升高。那我们从我们的那个金门跟马祖会比较高，就可以看得出来。环保署强调，日头晒嘛会让臭氧污染恶化，所以中南部石化区浓度会偏悬，刷下来会修正空气品质标准，甲臭氧8点钟平均值纳入，嘛会甲臭氧的前驱物、挥发性有机物甲氮氧化物纳入后续空污防治的改善重点。记者林俊美单片如台北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起来，南北二路城市乡村有前差，这是台湾目前大的问题。环保团体嘛拢出来咧牙讲，但这款空气遮歹，对南部的民众无公平。国政我哪想到较早，我哪有迄个台湾歌谣，咧讲南北二路因为互相无了解，造成误会，甚至怀疑，甚至爱人中间会担忧这种的歌词。这都正就是陈达如先生所写，陈达如作词的《异乡悲恋梦》。国情就所有的观众朋友，咱来开讲这条的歌词。头一拍，歌词内底讲离故乡出都市，北部送冬换春衣。阮多情，阮多义，千里结缘喜带悲。夜莺毋知阮心意，树顶堪吟怀春诗。这条歌词见面就甲咱讲，北部送冬，南部还佫烧热的时阵。北部已经换春天时的衫了，我就是对南部离故乡出都市，来到北部甲你相逢，千里结缘。毋过夜莺毋知阮心意，夜莺毋知影讲，我是一半欢喜一半悲，踮伫咧树顶，空吟怀春诗，吟出少女的心声。陈达如先生所写这条《异乡悲恋梦》是条歌词，写起真雅真感动人。第2拍的歌词，伊直接破明，讲南部慢，北部高，爱情超过千里河，青春梦虽然好，只惊好梦变水泡。爱情愈好愈烦恼，你负我病要如何？
陈达如的歌词确实够写，见面破面讲南部妹北部高，爱情超过千里的银河，比较牛郎织女感情较深。啊，毋过我是烦恼讲好梦无定会变水泡。你会记得讲陈达如另外一条台语歌在安平对上曲，两拍歌词一路一直唱，讲风吹金发苏情浓，到第二拍收煞迄句才讲，毋知我的老爸当即马是死也死啊！伊是荷兰的准医，咱才知影讲原来金头毛，就是因为荷兰的老爸咧爱着台湾安平即个母亲，共即条异乡悲恋梦嘛共款，来到第二拍歌词收煞才讲，你负我病要如何？原来就是即种的原因来所致。搁第三拍歌词讲千里眼结鸳鸯，北部的明月映乡愁，为将心暗自伤，花开结子望高寿。请君入世爱永久，毋通暂时贪风流。这条歌有真侪歌手拢捌唱过，各种所在原主唱是五粮唱片的陈嘉玲，落尾包含蔡锦南，包含讲詹雅文，因所唱的拢真好听。啊，国前过来招你，同齐咧关心南部的消息。有民众检举讲，高雄的红山溪内有人咧偷排废水，这嘛是环保的问题。结果高雄市环保局去现场稽查，发觉废水竟然是按红山的陆军官校内底流出来。哪会安尼生？原来就是学校内污水的管线当伫咧施工，拍算是包厢遐的土方无放点正确的所在，才会造成甲土浆渗入去水沟仔内，搁顺水流排落去溪底咯。牛奶溪水为高雄红山红东路这个福德市下骹的涵管一直排出来，有民众通报这种状况已经持续1、2点钟，向高雄市议员李亚进来တင်情，环保局接到通知前往稽查，发现源头是来自红山的陆军官校，就是充满了污泥的水，而且还不是一支大排、一支大管在排哦，再看一下。那里还有一只。正到落竿，水沟出现牛奶色的状况是更加明显。环保局初步掌握，官校是当咧做污水下水道的管线的工程，所有包厢有可能是无照着官校原本规定，爱甲土方放伫应该有的所在，连倒是堆伫咧山坡地，即个水会当流落去的水沟边啊，导致着土方的水是流入去水沟内底，嘛排到红山溪。因为他做相关的一个下水道工程，有相关的一些浅吨的这些污泥，那他没有按照陆官所规定的地点去做放置，就放在这个他们陆军官校旁边的水沟。环保局表示，会依违反着废清法开发这个新包厢1200到6000块不等的罚款。啊，毋过红山溪防污染的部分嘛会采水来送验，若是官校敢有责任嘛，请检方一并来调查。记者王丽婷、明昭款个人报道。咱公共电视台去年捌播出一期连续剧，名叫《咱甲恶的距离》，这嘛真引起社会对精神病症的关心。咱国内上届新的研究就发觉讲，精神方面，思觉失调症治病头前5档是治疗的黄金时期，尤其有一款新型的效果较久长的痧，若照起工做1冬半过，就将近60%的患者会当正常去食头路，还是继续读册，住院的比例嘛加正降低。37岁李先生8年前，家己一个人去澳洲做工课，佮兼骨落的膝头，身心拢受到真大的压力。某一天，伊向感觉有人要害伊，常常有妄想甲幻听镜头。伫当地病院互确诊着思觉失调症。后来转来台湾，伫厝里的人的陪同之下，接受逐个月做一遍的长效减治疗。目前病况稳定，佮成功创业，开创人生的第2春。思觉失调症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不恐怖，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性的，主要是家人的陪伴支持很重要。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并不是袂当做工课，国内上新临床研究发现。针对国内5个医学中心，拢总61个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做长期的追踪，平均的年龄是31.2岁。结果发现，患者长期若是做长效减治疗1年以后，个人甲社会功能，亲像是甲人互动的恢复真好。治疗年半了后，会有差不多60%的病友成功回归职场甲学校，而且治疗期间，病友带病的比率嘛对原本的3成2降到只有5%。
稳定度好了以后，它的生活品质也变好，而且它加上它能够改善正性、负性，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回到职场。医师表示，思觉失调症常常发生伫青壮期，可能受到遗传、个人体质、还有外在刺激等等的因素来影响。全台差不多有15万名患者，过去使用传统药仔来治疗，会有懒也是无精神的副作用。但是新时代的长效针会当减少这寡现象。这寡研究结果，未来会当提供临床研究来做重要的参考，互朋友会当早一日回归社会，打破污名化的刻板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讲台中市一个国中1年的查甫囡仔，大早日放学等公车的时，含几落的3年的学生发生口角，互对方为了争，去到公车顶，搁互拍第2摆，规个人是流血流滴。落尾因老母伫咧网络批评学校处理拢无积极，警察这边嘛一直拖沙。不过学校是有说明讲，发落的过程拢无事骗，警方嘛强调已经有咧调监视器，恐吓的事实也成立，决定会移送法办。台中市海线一间国中，这个月初6，一个国1个查甫学生伫咧等105公车下课时阵，甲3个国3校长来冤家，就车了后，其中2个人认为讲学弟甲因呛声，后来怎发生冲突？这个因为他们在国小都已经有认识，他们是说这1年级的，他们有呛3年级的啦。对啊，其实呛的程度，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深入，是说你到底是怎么呛法？因为这个孩子他事发之后，其实他还是在家里休养。学生的家长伫咧人面册面顶表示，囡仔去互拍甲剃3针，而且校长阁摕电击棒出来共吓。学校表示，代志发生了后，公车司机伫咧后一站停车的时阵，就随来倒3工。校方嘛协助家长来调校门口的监视器，无围倒一边。警方是强调讲，代志发生了已经有调监视器，2个拍人的学生嘛已经承认。毋过电击棒是安怎摕到的？即马警察还阁伫咧调查。就已经通知公车业者将那个公车上的监视器画面把它下载，都有承认。对，他们是那个徒手殴打，公车上面动手殴打，已经涉嫌伤害跟恐吓的罪嫌。台中市教育局表示，针对这件霸凌的事件，绝对会调查清楚，拍人的甲互拍的人拢会提供辅导。情绪管理或者是理解对方语言的那个相互理解的那种角度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引导孩子的嘛。根据这个去互霸凌的学生家长伫咧人面册铺文表示，囡仔的反应是较慢，学习面顶有一点仔障碍。这个1年的学生伫学校除了有一部分的学科较无好以外，多数并无汇报甲同学斗阵的部分有问题。若是3年拍人的学生，嘛毋是学校重点辅导的对象。毋过经过即个代志，会加强辅导。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正月初6，所有探花莲山区改善计划道路通车到单，逐工都拢有发生乌托摆徛起嚟的情形。宜兰县的警方讲，这款违规上假是会罚甲1800块。啊，公路总局是表明讲，去年年中就已经有开始评估长磅坑敢通开放乌托摆就去行，按算6月就有初步的方向会当宣布了。虽然磅坑口就搭着禁机车标志，苏花街通车了后，也是有逐工有骑机车的人弄入。苏花街刑控中心继续向宜兰警方通报，其中拄啊通车的南无甲和平段背后都有4台机车弄入。都还是有，只是量的问题而已，多多少少，可能有时候1部2部，啊，有时候是3、4部这样。宜兰警方统计，去年弄伫苏花街第1阶段通车的数甲南澳段，拢总有800多台。有部分骑机车的人，就是讲想要争路权。公路总局表示，重视民意甲机车行驶长磅坑的安全。去年中启动长磅坑通行机车的可行性评估报告，不过研究方向主要是未来长磅坑如何为建设开始符合机车通行的安全。目前其中报告大概是收集国内外相关的长隧道的一个通行机车的一个条件。那未来在期末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机车团体或者是一些民间的一个大客车或大货车的一个团体，以及公正第三方的一个学术单位的意见，把它纳进来。公路总局表示，苏花街的磅坑只有一线，若讲汽机车的车流难做伙，安全有顾虑。过去伫宽平阶段，就是大型机车行台9顶线分流，若要开放机车，也阁有停驶的问题。目前将会继续收集各方的意见，伫6月评估报告出来了后，才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农委会早起伫咧行政院的议会内底，笑出过去3档外拍拼的成果，
包含讲渔业方面，欧洲迄边的警告已经排解，400亿的销路保有条。啊，猪仔的口蹄也嘛有世界认定讲已经完全解除，今年猪肉都有可能会当搁再外销。另外，农民退休的制度嘛特别设计，未含老农津贴小蓝参，啊，搁有伊嘛讲会全面推动农业保险。农民你每个月你缴的百分比，比如说劳工的6%到1到6，这个里面的这个比如说你到6的话，它一个月大概要1000多块。那相对的政府这一方面呢，也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提拨，把它专户这样子储备起来、储存起来，可能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设计。不过这个是还没有一个定案哦。农委会有表示要开办农民健康保险和农民职业伤害保险，佮讲1月你保险费才15块，就有伤害给付医疗津贴。过来农产品嘛会采取外销10%、加工10%、直销10%，三条线路同齐行这款方式，增加产业的竞争力。另外，未来4年佫会推动100亿养殖渔业升级的计划，佫会完成全国农产品低温冷冻保存的系统了。来讲花莲县凤林镇，讲为着带动地方的景气，拨出本所安卖场的收入，每一个镇民无分年岁，拢有2000块的红包通好领。啊，毋过嘛有经验的凤林镇长出来讲，用本所场的收入来发现金，财政上是无介套动。桌顶是柜台红包，今年花莲县凤林镇的镇民加一个年终的大红包。山西过凤林镇，去年因为天灾，所以农产品欠收，造成农民的收入减少。为了要让镇民过一个好年，凤林镇公所宣布，自14开始，每一人要分2000块的年终慰问金，希望会当带动地方的消费。预计全镇15000多人拢会当摕到。有没有觉得蛮高兴？过年又可以多买菜钱？有啊，加菜金啊。加菜金好。那是场地那边啦，对不？啊，这是应该回馈。凤林镇长讲，这边的年终慰问金经费来源是半型花莲县中区本所燕麦场的收入。本所燕麦场总面积差不多16.9公顷，本来只个拿给凤林镇民使用。尾啊，前镇长林定光同去变更将这中区本所燕麦场收凤林、光复乡等附近乡镇的本所。2015年，凤林镇甲本所场的经营权替代，每年收到的本所处理费差不多1500万。是因为除了这个1000多万以外呢，我们还有结余，所以呢，我们呢把它花，每一个人呢就是2000块，只要户籍呢不在我们凤林的。我觉得不公平，因为有些人可能距离也蛮长，比较远的地方，可是他也可以领。第二种加一个大红包，掩过有人反对。前凤林镇长林廷光认为，用子孙未来环境做交换，发现金无啥适当。认为镇公所另外的收入应该好好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政府讲起来，拢为着家己的地方真拍拼。像讲云林县政府发觉园长和部长这角头，目前无公车直接通高铁站，咱嘛赶紧配合家己客运，增加新线路一天设12班公车，服务沿海这边的乡亲往回高铁云林站。9点40分左右，为园长发车直开到高铁云林站头一班班车到站，因过去带领云林园长和部长乡的民众，若要到高铁云林站，拢无直达公车会当来坐。但为9号开始，这条公车的路线开始营运，坐头一班体验民众感觉真方便。大桥多啊！哦，这摆有公车嘞。会记哦。方便了，要不然你真的。年纪轻的有时候他有急事，像我们这没急事，我们就慢慢等公车嘛，比较便宜啊。为了让民众坐高铁更加方便和省钱，文管府盘点县内高铁联通客运的服务，发现园长和部长乡的民众，若要坐公车到高铁云林站，阁需要转公车相当的开时间，近半年的筹备和找业者来营运。现在该客运每天会提供12班的服务。
是一个新的路线了哈，我们可能初期也是在养客的一个阶段啦。那依经验来讲的话，初期可能每班会有2-3人，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会把这个运量提升。中央补助的话，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在那个公共运输多元计划里面，如果中央补助1年上限是200万，那这部分我们极力来争取。那在还没有争取下来，目前450万1年的经费由县府全额来负担。文管府干部表示，这条路线全长25公里，一抓行驶的时间大约50分钟，会经规划编列12班次，加入16班次的服务。路线使用2段收费，单位高铁云林站到元长乡，相关收费40块。但若是骑悠悠卡一卡通等电子的票证，就当免费来坐。希望元长埔中乡沿道的民众往返高铁云林站更加方便和省钱。记者云林报道。真侪地方政府拢嘛伫咧甲农民斗销品质上界赞的农产品，像讲屏东东港遮有一个种瓜啊超过20吨的张英进，这位农民近来采收的梅龙瓜大粒把水芳个甜，甜度拢超过18度，上界顶级的一粒有4斤，讲起来食过的人人都饱都饿了。若是讲到屏东东港，真侪人拢会先想到海中的乌金、乌昂船。不过，其实东港种出来芳瓜甲梅龙是芳个甜。东港有一个65岁种瓜仔的高人张英进，种出来瓜仔甜度有18度以上遐悬，瓜仔是大粒佮把水，请真侪乡亲直接走来瓜仔园甲伊买。超18度啊！食起来感觉佮口感足好个啦，佮清甜佮脆，食到你真诶介爽口啦。因为东港外海土质的盐分较悬，若是压肥压料有好势，种出来瓜仔就会甜不不。阮东港海基线属于较咸气地，遮的地质种起来的瓜仔比别位较甜度较有。希望政府帮忙吼，阮东港遮排水歹，拢慢性，慢性较歹过。种作是靠天食饭，毋过张英进嘛希望讲，政府会当甲地方斗相共，改善落雨定积水的问题，才会当互种作无受到雨季的影响，互东港除了乌昂船甲莲雾以外，搁加一项通人知的名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市这边，遮有真侪所在拢画家吉米的作品。近来市公所又搁新增加公车站，搁有吉米所画人像的公车牌，伫咧陪伴县民等公车。真古锥的红仔图嘛，互这个城市变甲愈来愈有艺术的趣味。甲单车灯仔最后一粒螺丝锁互安，宜兰市公所站的单车灯宣告完工。天空树仔，佮配合上吉米画几只精致故事册内底的树仔，佮布丁狗，佮有绘本星空内底红仔，做伙来陪民众等公车。以简约的造型，然后重新的去烘托整个吉米老师他的可爱的忘记亲一下的造型，还有星空这本作品，然后重新把它在这一条那个观光巴士的路线上重新把它呈现出来。画家吉米的故事册一步一步行入去宜兰市的大街小巷。最近除了单车的灯仔，市公所嘛甲13座公车的站牌专门要来翻新。预计伫农历过年之前，市区所有的公车站牌拢会变甲真无共款，互单车嘛变啊袂遐尼无聊。加入了吉米的一个观光元素啊，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宜兰的独特性、竞争力可以提升。宜兰市区的公车星空号、基吉号嘛是用吉米绘本的主题来拍造，搁有之前火车头前吉米广场顶的所在，搁加上上新的公所的单车店、搁公车的站牌，规宜兰市变成一个真古锥又搁真有囡仔味的故事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气保脱逃，日产汽车公司前任的董事长高温昨公开露面批评日本司法的制度，讲家己若无走路就剩死路，佮讲因为政治力运作，伊才会互人掠落甲受压。为日本气保逃走的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高温，伫礼拜二首都贝鲁特召开记者会，强调家己的无辜，佮批评日本的司法制度违反基本人权。I did not escape justice. I fled injustice and persecution, political persecution. Having endured more than 400 days of inhumane treatment in a system designed to break me and unwilling to provide me even minimal justice, I was left with no other choice.
高温表示，伊伫无如此肥的状况下，逐工落雨星门8点钟。这个记者会是要证明家己的清白，甲谁怎要逃走，所以并无讲逃走的方式。因为日本司法的定罪率达到99.4%，互伊认为若是唔走就会死。另外，伊对家己互拘留甲逮捕，嘛认为有日送甲日本政府的政治原因伫运作。Unfortunately, there was no trust. And some of our Japanese friends thought the only way to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Renault on Nissan is to get rid of me, which unfortunately they were right. 在这场记者会内底，高温拒绝真济日本媒体立场。对高温的态度，日本法务大臣孙亚子马上召开记者会，认为高温是甲弃保逃走行为合理化。それを正当化するために、国内外に向けて我が国の法制度やその運用について誤った事実をことさらに喧伝するものであって、到底看過できるも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孙亚子强调，若是高温认为家己是冤枉的，就应该要接受日本司法的审判，正大光明的证明家己的清白，毋是偷走去国外。外国媒体报道，即阵时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对高温发出了红色的通缉令。高温嘛表示，已经做好要长期踮伫黎巴嫩抗争的准备。记者陈志东报道。观众朋友，因为东北风已经较无遐透，明仔载全台湾气温原来渐渐回升。这两天西部日甲暝温度争差也真大，真侪白暗嘛才会时大，都要会记咧加套衫。观众朋友，各地头气温的变化，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17度，甲24度。中部19度，甲25度；南部21度，甲27度；宜兰花莲台东19度，甲24度；金马澎湖14度，甲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